我係尤莉亞，文化研究者、建築文物保護師。我係陳洲老師，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高級講師。咦，我哋呢個節目叫日日是好日，你係咪日日是好日㗎？嗱，一定啦，日日是好日，再加上日日是好日本啊！透過呢個節目咧，我哋可以了解到日本家庭嘅一日喎。係啊，由朝頭早一起身，哇，即刻拿住本書嚟睇咩書啊？睇漫畫，然後咧就食一啲日本餐，又翻學啲日式嘅英語，最後翻到屋企原來有啲和果子，哇！成日點解係好日本就係咁解啦。仲有我哋好中意買日本嘢，因為佢設計靚啊嘛，建築又靚，係咪？咁記住啊，我哋真係要收聽我哋嘅節目啊！我哋節目叫咩話？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。呢個節目係嚟自邊度㗎？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47季啊！千祈唔好錯過呢個節目啊！咦，3月我哋又一齊做節目啦喎！係啊，好開心又見面啦！哇，今次咧我知道，咦會講好多同日本有關嘅，有日本嘅動漫啦，哇開正我飯。咁之後又有文化清酒啊，哇好多嘢㗎，真係林林總總嘅，琳琅滿目嘅，我都唔知由邊度聽起好。講起日本咧，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喎。你頭先講起動漫，我都覺得好興奮啊，因為我最近都睇緊《我的英雄學院》呢一套動漫喎。除咗動漫之外咧，仲有其他唔同嘅日本文化喎，例如日本文學啦、日本嘅音樂、電影，仲有好有趣嘅鬼怪故事添啊！哇，真係聽到啦，我好想即刻入去聽我哋嘅節目講咩，真係嗱。如果你都一樣咁有興趣咧，就記得收聽我哋嘅節目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。多謝各位聽眾。大家好，我叫巴利，係讀日文嘅自由翻譯員。大家好，我係海文，係一位紀錄片導演兼攝影師。係喎，巴利啊，上次咧好多謝你幫忙啊！唔好咁客氣啦。係真係大恩大德，在心中啊！在心中，喂，唔得，在心中呢個字唔可以亂咁講㗎。點解啊？點解？嗱，聽眾，如果你都想知點解唔可以亂咁講嘅咧，就要記得留意我哋第47季由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節目啦，叫做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啦。大家記住收聽啦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，我係大家嘅主持人吳文希，我係主持人黃學怡，我係主持人張巧瑩。Yo Konnichiwa，佢真係唔識㗎，真係唔識啦，唔想好似佢咁咧，就要收聽我哋嘅節目《日日是好日》嘅第2部分，趣味學日文啊！我最中意嘅日本電影就係貞子。你再唔學好啲日文，我夜晚變貞子喺個井度爬出嚟揾你啊！咩話？你學唔好日文，我就要用柔道嘅頭技去懲罰你。唔係啩？返工已經好辛苦㗎啦，仲要冇乜福利，我都想返鄉下住啦。以上都係我哋嘅廣播內容，記得一齊嚟收聽啦。待ってます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，我係第1集嘅嘉賓張品。你哋有冇睇過《進擊的巨人》啊？呢套啊？仲有啊？你哋有冇睇過《One Piece》啊？不如我哋今次大家一齊嚟睇漫畫啦，好嗎？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，我係呂思安，日本清酒文化推廣協會會長 Victor。咁今集係第3集，係講關於日本飲食文化喺香港嘅發展啦，希望大家留意啦，多謝晒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，我係第5集嘅盧靜文，日本清酒文化推廣協會嘅副會長，嚟緊會介紹多啲有關日本清酒嚟到香港嘅趣事，記得留意啦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，我係陳毅聰，喺第12集嗰度咧就會講一講日本公司嘅社會福利制度噶喎，咁咧想多啲知道呢方面資料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我哋嘅節目啦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第4集，我係駱偉強阿樂，香港湖山樓居合道協會嘅會長。今集我哋主要講日本嘅居合道啦，同埋舞蹈嘅，希望大家準時收聽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《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》，今次係第7集。咁呢一集呢，我係黃國恩。咁呢一集呢，就係講
唔同年代由70年代開始至到大概2000年啦嘅唔同年代嘅日文歌對香港流行樂壇嘅影響，大家記得聽啦。各位聽眾你哋好，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，我係關玉健教授。咁我好想喺呢個節目咧，去話俾大家聽咧，去同大家分享日本人學習英語嘅各種困難啦，亦都喺我嘅分享當中，亦都會介紹下日本人點樣可以克服呢啲困難咧，去提升佢哋嘅英語。希望大家多啲收聽啊！1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。大家好，我係 Kenneth， 香港註冊建築師。第11集我哋嚟到會講日本建築之美學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聽下我喺日本嘅經驗，記住收聽啊！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。今次第13集係講香港100年前有乜嘢日本嘅貨物可以買到呢？我係今集嘅嘉賓侯清怡，請大家收睇收聽。第47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。第8集係講香港電影同日本電影嘅關係，我係嘉賓張旭。今集我哋會探討下日本電影同香港電影嘅互動關係，大家嚟收聽啊！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47季，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志明博士。今集會係講龜原田居。我呢個節目咧就嚟自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47季，日日是好日之日本家庭的一天。記住收聽啊！不用錯過。